新北市天狗类的菌株是变较搁较侪，总是增加7例的天狗类病例，是伫咧中和甲新店。新北市的天狗类菌株到达已经有14个人，阁有11个人的快筛阳性检体是已经送到疾管署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中和甲新店伫咧即礼拜六会进行轻度社区炭白网的工课，要甲疫情跌落来。 环保局的人员伫巷仔底无用咧消毒，要甲胃病房的生炭罐清除。因为新北市天狗热菌株感染搁再扩大，二楼一个手新增加7个本土的天狗热病例。发现个案主要的活动区仍然在天山公园、三界庙以及新南夜市等区域。卫生局表示，新店增加5个天狗热的病例，中和增加2例，累计新北这件天狗热菌株感染增加到14个人。 特别注意的是，还有11例快筛是阳性，检体已经送疾管署，搁再确认。医师提醒，坐回甲慢性病时代，英国若捌喂到天狗热，即马搁去喂到无共型天狗热的病毒，发生出血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。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，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，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，所以这种登革输血热的机会就相对的多一些，比较多。医师表示。 北部天狗热胃病网啊，主要是以白线斑纹为主，因清在下暝伫树林、甲草坡等等的所在，为了阻挡疫情扩大，新店甲中和区公所即礼拜六2、8会针对社区胃病网的生炭罐来清除。卫生局强调讲，公司立场所的所有人、管理人甲使用者，若无主动清除胃病网的生炭罐，经过调查，若有查到胃病网咧生炭的情形，相当会当罚1万5块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